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唐中順。赤馬紅楊劫嗱，近年呢係被渲染得非常嚴重。其實赤馬紅楊指嘅呢就係丙午同丁未兩個年柱。2026丙午年啊，丙火赤色，午為馬。2027呢，丁未年，丁火紅色，未為陽。60年呢就一個甲子循環嘅。中國5000年歷史，戰亂係繁多，咁有發生喺赤馬紅楊之年啦，咁亦都有發生喺其他年份。咁如果只係論赤馬紅楊為劫呢，咁實在係有啲偏頗嘅喎。咁以赤馬紅楊之説擴展應用到全世界呢，咁實在係值得商榷。咁有心嘅觀眾呢，可以睇下唔同國家嘅歷史，咁相信呢就會會心微笑。赤馬紅楊咁當然有佢嘅特性咯，咁就係比較偏激嘅，咁導致咧就係一面倒啊，咁容易咧就係激化矛盾。咁確實咧有一定嘅概率咧係成劫嘅。不過我成日都講啦，八字咧一定要整體分析。咁赤馬或者紅楊咧都只係流年啊，咁有一定嘅參考價值嘅。咁但係就唔可以只係用佢嚟定呢個結論啊。咁要點樣分析咧？咁嗱，我舉一個例子，香港1997丁丑年回歸成為中國香港特區，日子咧係非常特別嘅。咁香港特區嘅命運係可以參考回歸嘅時間。咁呢個時間咧眾說紛紜嘅喎。咁有人話係回歸儀式開始嘅時間，咁有人話咧係江主席宣布特區政府成立嘅時間。咁仲有就係文書上生效嘅時間即係1997年7月1號零時。中信咧就傾向呢一個時間嘅。咁因為呢個時間咧，除咗係文書確立嘅時間啦，咁仲係咧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發出咧呢個電報，表示咧已經交出治權。中國國歌奏起國旗區旗升起嘅時間。咁實際上咧亦係軍營升起國旗正式執行軍務嘅時間。中信成日都講萬般理論咧係歸實踐嘅。咁有興趣嘅觀眾咧，可以用呢幾個時間開八字咧，就係去比對。講翻呢個時間嘅八字，我會用早子時八字排開咧，就係丁丑年、丙午月、甲辰日、甲子時。呢個八字我係判為甲木辛弱，傷官格。咁如果係人命咧，咁個性咧就係驕傲自負啦。咁但係咧又成日咧聰明被聰明誤咁成日都惹是生非。咁香港回歸之後咧，發生咗唔少大事，盛衰起落。咁大家咧可以一一去比對畢竟事過境遷體會更深。咁雖然有馬後炮之嫌，咁但係相當有趣。咁我唔講太多啦，淨係簡單講最深刻嘅年份。咁有興趣鑽研八字嘅觀眾咧，可以慢慢逐年推盤去印證嘅。1998年戊寅虎年，地支咧就半會食局，天干咧就係偏財。咁新約咧就係財為債咁亞洲金融風暴咧衝擊香港股市。咁2003癸未羊年，癸沖丁若喜沖強忌。咁錯地支咧就係強財咁印局咧就透干，強對市沙士爆發50萬人上街。2014甲午馬年月支咧就係受到刑沖去拆嗰個印局。咁
咁市民咧同政府嘅激烈鬥爭咧，佔領中環雨傘運動。咁2019己亥豬年，天干合化強財地支咧就合強印局。咁強財強印咧互不相讓挑戰領導層逃犯條例大遊行社會運動咧就係升級。咁及後新冠肺炎開始肆虐。2020庚子鼠年，咁天干呢一庚沖兩甲平地咧就起風雲，地支成雙半印局殺印相生，權力咧係進一步提升通過咧呢個港區國安法推行防疫措施啦，禁堂食啦、限聚令啦等等。2023癸卯兔年天干丁癸沖，咁引子辰透干指導咧更上層樓進一步咧就係完善制度新冠肺炎咧到尾聲啦，走向落幕，生活咧就係復常，基本上咧全部係對得上。咁用佢嚟推嚟緊嘅香港運程咧，咁相信比單論赤馬紅羊劫咧更加有意思嘅。2026丙午馬年，2027丁未羊年，咁同樣咧伏吟沖刑並見咁其中火土咧就係相食同財嚟嘅。咁財咧就係虛浮嘅財寓意咧就內耗咧就係好大相食為忌神預示咧壞嘅名聲。咁同2026丙午馬年立春八字咧不謀而合嘅。赤馬同中若幽壑，山南險將緊追蹤一面倒之象咧呼之欲出埋堆同唔埋堆，或者係埋錯堆出嚟嘅後果咧差別咧比其他年份咧都要大得多。26年、27年唔少難以想像嘅事咧都會一一發生。作為前奏，2025月至蛇年，靈蛇伏地急亂竄，群魔起舞萬軍籌，安全帶之亂大家都應該感受得到。事前講你唔信㗎，可惜啦，難以幸免必須經歷克服捱過去。2028戊申猴年會印局全啦，金水到位，終於明朗吉凶可謂咧時過境遷，終於正式向上啦。大埔火災嘅啟示本來咧唔係太想講，因為好容易俾人誤會不過觀眾留言想知我亦都想分享俾有緣人咁正式講之前呢，首先向死難者致最深嘅哀悼，請原諒我嘅直白剖析。人生自古誰無死？大家都有走嘅一日一般普羅大眾呢，即使有親人送別呢，都係孤身上路寂寂無聞。咁同今次罹難者呢係有天淵之別。咁有各國嘅領導人嘅慰問啦，有各宗教領袖嘅祝禱啦，有全球人民嘅祝福啦。所謂禍兮福之所倚中信呢喺死難者頭七嗰一日去到現場見到咧千人排隊獻花百人呢就係誦經超度。無數人發自內心嘅無聲慰問，如此之量呢，實在係難得。咁有啲呢，係仲未知道自己已經生死，茫然不知所往中信呢盡力勸導請佢哋領取資糧盡快上路，重新呢係輪迴，否則過後呢離開就唔容易㗎啦。見此一幕咧，感受到人間還有愛，天地咧就尚有情。咁霎時之間觸機火燒旺地，咁乃係絕境逢生之兆。
鑑古推今，2003年沙士，香港跌至谷底而後生，實在咧何其相似。咁當然啦，呢把火只係開始，浴火重生咧係需要時間。26馬年27羊年仍然咧就挑戰重重，仲有唔少咧難以想像嘅事發生，咁係要一一克服過渡。咁好比火不斷咁燃燒去消除呢個雜質，去蕪存菁咁先有咧重生之機、涅槃之時。咁當然重生咗之後咧，仍然係漫漫長路，要持續耕耘不過向上之勢咧就確立大家咧已經可以超前部署啦。今集就講到呢度啦。有嘢想講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嘅。祝大家馬年萬事如意，身心健康，家庭幸福，財源廣進。多謝大家。